稻草屯牛屎社区自从发现到外来种的海象钱了后，社区就担起着通报甲宣导的工作，嘛请着专业的讲师，带着小朋友来认捌这种的象钱，互囡仔嘛会当帮忙来赶除这种的外来种，守护地方的生态。 将掠到海象钱摕去教室做教材，带囡仔更加了解这款外来种的危害，因为伊这真大，只国高生态对着生态造成真大的危险。对，就是很大只，然后比较可怕一点，很大只，然后如果看到就要请专业的志工们协助。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大家做伙来打拼，好国家一人会当认捌海象钱有危机意识。然后就是从小做起啊，所以附近的邻近的社区，然后还有小孩子，然后去做这个宣导跟做这些移除的那个课程。 草屯地区到顶个月为止，已经掠到5500外只海象钱，希望讲会使有更较一人来斗相共，以免海象钱的危害继续扩大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